生你上年規劃咗要做嘅。咁其實一定有個原因，一個有個啟發嘅。咁點解我自己會中意咗音樂咧？我講我自己啦，因為我諗細個嘅時候係嗰時好難開始 Walkman， 咁啊屋企人家唔肯買啦，咁啊爸爸嘅要求要考試考得好先可以作為禮物。咁有一次我考得好，咁送咗部 Walkman 俾我，咁就買到人生第一餅卡式帶。咁嗰時卡式帶得有時得一首歌㗎咋，因為佢推出係 single。咁啊擺落餅 Walkman 度，朝頭早返學，話由屋企行去學校，有時15分鐘，有時20分鐘。咁帶住 Walkman 一播嗰首歌，哇！世界唔同咗，周圍巴士嘅聲完全聽唔到，乜嘢聲聽唔到，只係聽到音樂。咁你係咁無限錄嗰首歌。咁呢首歌就伴隨咗我自己嘅中意音樂嘅第一次，跟住繼續追求啦。有啲朋友開始炒黑膠碟，有啲咩新歌升嘅 single， 可能2蚊6首，咁儲埋埋，直嘢咁儲埋好多歌，跟住就開始有鋪癮啦。嗰陣時好流行咧，好多人都唔知，就係淺水灣咧就發機，每人帶住部好大部機，幾十個人抬住部機，攞埋電池去發機，去沙灘度播你自己揀嘅歌，你揀啱咗，啲人中意喺度聽嘅，就覺得你唔錯喎，你揀嘅歌有人中意聽，就係咁樣中意做。咁當然呢個 Walkman 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偉大嘅 Walkman 嚟嘅，因為當我去英國讀書嘅時候，夜晚黑放學有時好早天黑，咁你要行過墳場，兜個圈可能9個字，咁直線直徑跑咪慢啲咯，即係快啲，咁啊帶住 Walkman跑，聽住咁啊，所以頭先嗰首其實第一 single 嗰邊帶嗰首歌咧，我晏啲會分享俾大家。咁嗰時啱啱自己英文都麻麻地嘅啫，慢慢學啦。咁啊而家覺得聽翻嗰個歌詞其實係好有意思，晏啲送俾大家。喺度送俾大家先，7十2變。